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我哋喺呢度呢，就繼續同大家跟進翻一啲同伊朗相關嘅最新新聞啦。咁點解呢？呢個時候就更新呢？咁因為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啊，又喺禮拜五搞事啦。咁佢講咗句啊，唔會同伊朗達成任何協議，除非對方無條件投降。咁呢一句嘅意思呢，其實我覺得都幾諷刺下嘅。咁一開始咧，人哋同你傾，你啊打人啦。咁跟住落嚟啦，同你傾第二次，你做咗第一輪嘅談判之後咧，你又去打人啦。咁我想問啊，人哋點會同你繼續傾落去呢？咁其實如果你第二輪嘅談判咧，你繼續傾落去嘅話，都唔至於會搞到而家咁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啦，至少伊朗咧，佢係願意埋台去講數啊嘛。咁但係佢話選擇咗用呢一種嘅方式。咁其實佢係叫做冇宣戰嘅，就直接打嘅。咁等人哋放鬆咗個警惕之後咧，就直接打佢。但係其實正常嚟講啊，一般都唔會咁樣做嘅。咁啊，但係唔發生都發生咗啦。咁呢一個消息咧，佢禮拜五嘅時候講嘅。禮拜五夜晚嘅時候，即係我哋呢邊夜晚嘅時候講啦。其實對於股市嚟講咧，就唔係一個好消息啦。咁雖然啦，佢可能喺禮拜五講，就有禮拜六、禮拜日兩日嘅時間去消化呢個咁樣關於戰爭嘅事啦。而且佢亦都係叫做俾印度去買俄羅斯30日嘅石油，佢係預計30日之內咧，可能就搞掂你伊朗，然後霍爾木茲海峽嘅油船就可以走出去啦，或者佢美國嘅航母戰艦咧就係護送嗰啲油船。但係有冇咁順利呢？呢一樣嘢我唔知嘅嚇，都係估估下嘅大家。咁而家我哋睇下新聞講啲咩啦。嗱，咁其實咧，伊朗嗰度就喺2月28號就已經係同美國仲有以色列咧就喺度開戰㗎啦。咁伊朗咧就係俾美國以色列就空襲全境啦，而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亦都同多個嘅伊朗高層嘅高官喺襲擊入邊死亡啦，亦都係令到伊朗係報復式咁空襲海灣多個國家嘅美國同以色列嘅據點。而頭先所講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亦都係叫做受牽連嘅。而喺歐洲方面西班牙係公開反對美國同以色列攻打伊朗，佢係拒絕向美國借出基地係令到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滿，而且佢係威脅要同西班牙咧斷絕所有嘅貿易。而呢一個事件已經係開始引發全球嘅動盪啦。嗱，最新消息啦，伊朗軍方係警告伊拉克當地嘅政府，對任何喺伊朗邊境部署敵對部隊嘅舉動將會採取強硬行動啦。總之，你邊個幫美國佬，我哋就會報仇。而美國媒體亦都引述報導，特朗普喺美國時間6號就喺白宮約見軍工企業高層，就商討要加快武器生產，即係話而家軍工嘅股票呢，我諗應該都會升得幾犀利嚇。再加上而家咁樣戰爭呢，嗰啲軍火佬肯定賺錢啦。最重要嘅新聞就係特朗普發文，佢話唔會同伊朗達成任何嘅協議，除非對方係無條件投降。佢仲話對方仲要選出一個偉大而且可接受嘅領導人，佢哋先會去接受佢。佢仲話伊朗呢係要擁有更美好嘅未來，但係我之前都講過啦。伊朗呢係一個神權國家嚟嘅，佢同共產主義或者係資本主義呢係完全兩回事嚟嘅。佢哋嗰個諗法呢，就係叫做我願意為宗教去犧牲，而且你係殺咗人哋嘅精神領袖，即係等於宗教領袖。跟住上嚟嗰個呢，亦都係搞神學嘅，係佢個仔。你殺咗人哋個老豆，呢一個係殺父仇人嚟嘅。呢壇嘢呢，我估計係佢諗住同人去傾，佢講啊嘛。之前佢話古巴同伊朗都想同我傾，想同我和談但係可能到最後呢，係伊朗嗰度，佢係叫做點講佢哋嘅外交部外交官員就喺度講，我哋冇打算同美國傾，我哋唔會同美國傾，唔知點同佢傾。因為你美國每次同你傾完之後，你第一嘢係打我哋嘅，我唔識點同你傾，已經2次㗎啦，第3次再信你呢，就係佢哋抵死，即係佢個意思係咁樣啊嘛。咁所以你冇得傾嘅呢一樣嘢，再加上人哋
個仔上任啦，你相當於係人哋殺父仇人啦。佢如果一上任近同你去做和談嘅話呢，佢伊斯蘭革命衛隊係離棄佢嘅，扯佢落台㗎。佢係想揾人上任，然後傾和談呢一樣嘢喺現階段我諗做唔到，至少要打幾個月，打到真係彈盡糧絕，一兵一卒都冇啦，咁樣先有機會做和談咯。如果唔係按照而家呢個情況，你肯定要打地面戰啦。你空襲，佢驚你咩？你以色列都炸咗佢12日啦，之前全境炸12日啦，佢都冇驚過，俾你炸慣晒嘅。咁而家你話再炸佢，佢都係咁嘅款喎，佢哋自己有嘢匿，唯一就係佢鬆懈咗，以為和談你唔會搞佢，就係咁樣出咗事啦。咁如果撇除呢一點嘅話呢，咁我諗佢哋而家喺有防範嘅情況底下呢，應該冇咁易團滅啩。嗱，以色列嘅軍方話啦，對伊朗嘅政權基礎設施發動新一輪空襲，就係第15輪嘅空襲啦。而日本方面啊，佢話啦，停咗喺中東亞曼灣嘅一個日本相關船隻就疑似發現空中墜落嘅碎片。咁不過就無人傷亡啦。咁其實你睇到啦，以色列啊，亦都係摧毀伊朗嘅德黑蘭軍事指揮地堡。嗱，呢度講到啦，伊朗原本就計劃俾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用嘅軍事指揮地堡，就有一個50架嘅以色列戰機呢，就係參與去摧毀咗佢啦。以色列嘅國防軍就表示啦，哈梅內伊喺用呢個地堡之前就被消滅啦。呢個地堡原本呢，就作為係最高領袖嘅安全緊急指揮中心。以色列亦都提到呢個地堡喺德黑蘭嘅市中心，橫跨多條街道，而且一直係俾伊朗嘅政權高級官員去用噶。嗱，佢而家就係不停去打佢哋嗰啲軍事設施啊。咁我自己諗啦，其實佢哋下一步呢，最急嘅係啲乜嘢呢？佢最急嘅應該就係想去摧毀咗關於伊朗做武器嗰啲工廠、軍工廠。伊朗佢係可以做到一啲無人機嘅。咁嗰啲無人機呢，個數量龐大起上嚟嘅話呢，佢哋嗰啲雷達係叫做查唔到、check 唔到，而且係自殺式嘅。你咁樣去打法嘅話呢，就會變成好麻煩啦。因為佢哋自己美國方面嘅官員呢，亦都提到啊，我哋冇辦法去攔截晒所有嘅無人機啊。咁如果你自己出口講都係咁樣嘅，咁實際情況佢哋再派多啲呢，去不停轟炸呢。咁仲有話呢個戰爭呢，拖得越長嘅話，嗰個燒錢嘅速度呢，亦都會越強。美國要去打到個投降喎，但係一個神權國家嚟嘅喎，佢同委內瑞拉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咁所以呢個事件呢，佢話唔會同伊朗做任何協議，唔知道會對未來個影響係點樣？即係對我哋一般人嚟講，最大影響就肯定係通脹㗎啦。個油價再升嘅話呢，我哋所有嘢都會貴，貴咗之後呢，係唔會跌翻落嚟㗎。咁仲有你嘅人工都唔會上升嘛。好啦，咁我哋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啦。咁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